咱即摆要念就是叫做落车闹东海，做咱这个海饭，这个叫做海饭。咱这个时间是偌济，我即摆甲切对半中站来就好，莫对落车出事。因为安那个落车出事，手到遮来时间就白付啊，对无？所以咱即摆就甲切对这个半中站，对这个落车去闹东海，安怎闹啊？咱家听看卖啊吼。好嘞。水焦红，鱼的水就是如苍苍，海鲜并尾素人人。哇，系啊，落车迄个玻璃一个拍，鱼的死到浮垃圾，互人捡去食到饱。即马龙王即马点出来炒咯，我龙王就叫啊！迄个水牙车过来，过来啊！大王有啥物烦恼？去看水面的创啥的，我鱼的水准是真济，看伊都有啥物问题？死准急！哇惨啊！这个野车奉着这个海龙王的命令，来到这个水面要甲顺看是啥物东西啊！哇，去撞到这个囡仔，上界手情，去互落车甲底爱甲伊拖咧拍大枪，哇！哎呦，救命！哇！野车互伊拍一个疼，一个闪开缩小兵，走回连江在咧叫命，龙王迄阵才知影小惊哦，讲着都一回事。哎呀，落车无你用兵咧，哎酷啊！我龙王就叫三太子，来啊！父王啥物交代？去了有车来业务，是大大家老咱做伙。即时去应该都死，哇！即马太子随时着点兵，居家好汉做头前，鲨鱼小拍讲第二名，蛤蟆靠迄个踢两边啊，小狗第二放火龙啊，哇！一声气乌烟规拢抓出来，安叫做放火龙啦，规鱼点去搞分风。下咧看一仔呼者哇，一个安尼低滚滚对无？那做那个规鱼点去搞分咯，规鱼有诶讲办吼，即摆讲做啥物河豚啊？这我是袂晓讲啊，讲了老母你著爱原谅的吼。所以讲若摊仔一尾仔得讲，海安得做总兵王啊！白鱼小刀白咧洗，也厉害，出现个掠金车啊！今嘛是靠伊的骹手坐，人用行，搁伊会用爬。海外白鱼这大块鱼啊，就是条搁上车行啦。物啦，算来个上两只一个西，阮安尼死着就规山片啊！咱要拖西地去无路用咯，出门毋敢领前钱，怕伊运气撞着迄个地国时用，迄时用苦只去互伊只一边。头家种，咱咧注意将会见证，都是用解灯。无会学，第二个
后背，那海提过一步，那人生。还阁一项就是迄海家走，通海这人上吃高，飞扬走行入去到走去这边呀，伫咧连滚头啦，吼，那海碗上解的无变，一日食饱是去干咧软连连啦，后了着是袂稳健，通海这项上解搞加仙啦，那海后上解有正囝，出门安好路拢相带行。一摆气死相条命，互人掠着飞后遐。迄个科学第一无路用，太子甲伊算半钟，黑叫规海阁会赢用，亲像北国的五路兵。两迄个啊，粗皮高壳，四小甲，两粒目睭红红红，看人骹手。一个面蛋，我惊死煞转回去石头坑嘞。春季做人上爱水，食到真是个肥肥肥呀！假使命令一个到位，烧到目屎死人水上甲后生就迄个高老师啦，结果一尾软高高。鸡仔算来上十册，还有乌红花一路，咧蚵仔面前是赤赤条，鲨鱼亲像犁头标，蛤仔一尾哪来摇，海藻一条成金蕉，面仔地底做总督，西岛伫咧做网络，若树仔伫咧做网络，咱咧行西啊行路，阁会拍起空。安卓伫咧做扫官，通海这项上有盘，徛后啊，安尼徛平啦，就咧互人看。听我伫咧混河头就对了，好奇怪。原来啊，嘿，这个啊，高亢就是惊人看，一边缀靠石头山，先那每日伫咧讲天教。住伫灵王的厝骹包，顶死命令，安尼一个到，花轮烧到要无头。歹势哦，恁为时间咯，的关系我袂当甲恁连骹价。我阿婆啊，对恁较无礼，后摆若有机会，咱才念较济咧。